一位贵客。啊，你哪会知影来阮遮拢爱穿安尼啊？今仔来参加宴会的人，本来就是拢爱穿安尼啊。很多人听到我们在弄歌仔戏的时候，大家就会想到古装戏哦。可是其实我们又不是真正的古装戏，其实我们其实弄了一个就是发生冥界的事情。你们看到不是古装，那是冥界流行的服装。因就是阮名无客栈的骄傲。当然是以歌仔戏为底蕴，可是他们的企图心是想要做一个更能够创新，然后更像是一个 musical。所以我在服装设计上有去加进一些流行的元素跟立体剪裁的元素。你看我的头发，还有衣服，看看我这个裤子好像看不到哦，可是它细节也很多。我尽量是想要有一些中西合璧的元素，我也不想要完全是东方的元素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些很中西合璧的元素在它的前襟，在它的袖子，在它的领口。这次我们就希望唐老师饰演的这个万千帆的角色，他事实上有一个飘逸的形象吧，所以我融入了很多皱褶，就是当他在行走上，在肢体语言上，他可以把它呈现得更好。定妆的时候，知道我们的戏服都要量身定做，那时候其实蛮兴奋的。但我不管是悲伤的情况还是开心的情况，水仙的角色就是负责一直吃，然后边吃边讲。开吃！一直到某一场戏是我要拿着刀对着师傅的时候，一举起来很生气的要面对他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个啪。我刚刚听到啪啪两声，然后没想到。戏服也都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，就很用心啦。那其实扮起来之后，不需要太多的肢体语言，其实就可以把那个氛围给营造出来。等一下，两边都打开，打开。小心哦，演员小心，不要撞到我们的布景。小心哦，小心！他本身就带着布景进去啊。只要一休息的时候，别人老师说：“快把我的帽子拿下来。”帮我拿一下头，好不好？拿下头，再起来一点点。你们现在看，我觉得哇，这阎罗王夫人很有架势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头有多重吗？哦哟，救人哦！这个是特别定做，这是铜做的，加上我这个里面的粑粑，大概要10公斤重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重头戏嘛，就要有分量。观众看了呢，会觉得他跟着时代的潮流在走，是非常棒的。